咱即粒来锻炼圣诗，圣诗575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主，我要学了你。咱吟第1节甲第3节。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礼拜已经要开始，请兄弟将恁的手机甲关机，或者是切互静音，互阮各会当更较专心来敬拜，享受伫主的荣耀当中，请走乐。
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就会得着救。因为人信就得着称义，喙宣认就得着救。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请会众起立来吟赞美上帝的诗。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罗你，请咱吟全首。请坐，咱额头三角来祈祷。创造宇宙万人民的主宰，慈悲怜悯听阮的上帝天父阿爸，我要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听咱祈祷的上帝，你知阮每日的需要，毋那互阮的身躯为当饱足，也透过你的话语教示咱。你的道路就是阮一生的祝福。你搁较互阮知明白，阮会当信生命得赎，是因为福音透过受信的兄弟姊妹的传扬，这嘛是阮一生要来打拼的。我要珍惜每一届的机会，传扬这人生上大的宝贝。嘛愿意心受感动，来互上帝来采用。天父上帝啊，台湾经历一摆的风台，中南部甲山区的乡亲，伊的家园厝体拢受到极大的损失。我要伫遮为因祈祷，求人民的上帝，为当帮助因快快来度过即届难关。你听，阮每一个嘛愿意，每一个拢会得到祝福。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我主
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来教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7篇，也就是诗篇65篇。由我来读启的部分，会众来记。上帝啊，人就伫錫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收白土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走步嘛有油得滴。草埔用油棍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煞者咱要来读经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4章26到27节。对遐最船倒去安提阿，就是伫遮教会有将因交托伫上帝的恩典，找因出去做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因到安提阿就跳入教会的正信徒，将上帝甲因做伙做的一切，以及伊甲外邦人开信仰的门的经过，拢对因报告。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话，互我会当思想，成做帮助甲力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这是要伫阮当中要来献诗的是诗歌队，因要献的诗歌是：我的牧者是爱的王，我的牧者是听的王。
感谢信歌队，来邀请今日要伫阮当中要来讲道的牧师是乐格安牧师，伊是今日主日是台湾中会宣教大楼的奉献主日，伊要来讲的题目是宣教转运站。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感谢上帝的恩典跟带领，让我们能够很平安的经过这次的这个凯米台风。上个礼拜我们有一度很担心，因为连续3天在屏东都是放这个台风假，那一直到礼拜6，我们还在观望，很担心这个台风会一直持续下大雨。那昨天一路上来，很感谢神，没有屏东的太阳，就很平安的上到新竹。那也在这里感谢我们的教会能够开放，让我们中会有机会在这里来请安，来报告我们中会宣教中心建盖的过程。那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我常常在想若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成为弟兄姐妹，有这么好的连结，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在都市在平地的中会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见证上帝的大能。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那当然更感谢我们的公园教会今天很特别的礼拜，在这个华语礼拜跟这个台语礼拜，那黄牧师我们的牧师之前有跟我说，哪怕讲1、2句台语请安也可以。也不过实在是没法度只有这一句话而已。我很想讲台语，就像我在排湾组用我自己的母语讲话一样，让我觉得很轻松自在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礼拜能够很顺利，也让大家听得懂，我还是不要冒险讲台语，我就全程讲华语来分享上帝的信息。那好，那今天我用宣教转运站这个主题一起来分享上帝的信息。我们大家有看到前面的这几张图片，其中在我们的左上角，这个叫做水门转运站。我今天来已经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屏东人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也有屏东人如果有屏东人，如果有听过那个内埔乡的水门村这个水门转运站就在水门村这个地方。那水门转运站是2021年屏东县政府花了6000万的经费来盖的这个转运站。它盖这个转运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水门的这个交通枢纽能够做得更好。因为水门它是一个入口，它进去，如果大家看那个中间那个在叫做爱寮溪，那这个爱寮溪它就是左右边的山就是居住着排湾族跟卢凯族的族人。那特别如果你横渡这个溪你靠左边的这个山呢，它可以去到茂林乡。如果大家这阵子有关注电视，我们大概都听到那个茂林乡、马家乡是这次的那个下雨量最高的2个乡镇茂林跟马家，刚好我就是马家乡的人，所以大家看电视稍微就会知道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这个水门转运站就是盖在这个水门这里。那这个爱寮溪中间这个图的大溪的右侧有一个小聚落，那个叫做水门。水门它是住着一群河洛人讲台语的闽南人那小小的村落。但是这个小小的村落，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村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大的都市对原住民
部落的人来说，因为早期呢，这个水门就是我们部落里面的人呢，他可以以物易物的地方，可以做生意，可以买东西的地方。所以很早以前，我们还住在更深山的时候，根据我们的父母亲、祖父母他们在分享，他们就是为了要换得盐巴或是换得一袋米，他们就要从山上背着木材，背着草药，或者是背着山蚕，一路走下来，走到水门，在那里交换买东西之后，再扛着米跟盐巴走回去部落，这样来回大概1天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小时候虽然下山非常辛苦，爬山爬回去也很辛苦，但是对他们来说，那个可以到都市看见很多的人，看见很多的东西是非常稀奇的。那当然，这个水门转运站，这个水门这个聚落，除了是因为早期是我们马家乡、三地门乡、雾台乡这个第一代的排湾族跟卢凯族很重要的贸易中心之外，它对宣教来说，它也是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意义。因为在早期，我们大概在民国37年的时候，就是1948年的时候呢，福音开始传入排湾族。那这个福音的传入，是因为高雄中会这里当时还没有屏东中会，那高雄中会主管着屏东区会，然后呢，透过屏东教会徐有才牧师呢，他们带了好几袋的盐巴回去到三地门部落，来第一次来开拓那个福音的讯息。那在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呢，我们在三地门就有了第一间教会。那过了10几年之后呢，1967年的时候，这个水门已经有建盖一个内埔农工内农和职业学校。那这个内农是有比较多数，几乎2/3的学生都是原住民的学生，来自全国当时我们说全省嘛来自全省的原住民，在这个水门这个地方的内埔农工来学习。那因为有很多不同族群的学生，而当时这个各部落其实对排湾族来讲，福音进来的比较慢，有的族群已经是90年、100年，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比较慢。但是当时来自各地方的原住民学生有很多的基督徒，到了礼拜天，在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他们没有办法回去，那就会在水门这个地方，也是在那里闲逛，在那里就在那里晃，然后没有什么样的娱乐，所以当时这个吴同灿牧师，他是高雄中会派驻在排湾中会来扶持排湾中会，从三地区会到排湾中会，一路上就有吴同灿牧师做这个陪伴跟教导。那吴同灿牧师当时就对这个高雄中会还有排湾中会提出一个呼吁，就是说，在水门这里有很多的学生没有地方去，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做一个学生礼拜的地方？所以1967年我们就有一个学生中心在水门这个地方被建立，然后各族群的学生放假的时候呢，礼拜六、礼拜天就可以在这里聚会。那当学生中心建立之后，这里也变成了排湾族宣教、排湾族卢凯族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发源地。根据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在谈到说，早期呢，我们的长辈当他们要去到部落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没有交通工具，就只有靠着一双腿。那他们就会在学生中心里面，在那里集合，然后他们讨论要哪一些人要往卢凯族的部落，哪一些人要往排湾族的部落怎么去分散，怎么走，怎么做。好，他们会在那里做讨论，然后做祷告，做分配之后出发，然后过了好几天，他们完成他们的宣教工作、布道工作呢，再回到这里，再一起祷告，再一起讨论，然后再回去到他们自己的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水门呢，当宣教转运站成立的时候，刚好
就是启用2021年启用的时候，刚好台湾中会的宣教大楼、宣教中心在2021年的7月正式的动工。其实我们2019年的时候已经拆除奠基礼拜，但是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动工。那一个完工，一个动工，那个牵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转运站是方便各地方的人去到部落里面去做观光、去游玩、去游山玩水。那宣教中心在这个地方，它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转运站，它有一点点的异曲同工之妙，就感觉那个味道很熟悉、很相像。所以今天为什么用宣教转运站这个主题？其实它的发想就是来自这个水门的转运站的一个启发。那当然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也可以在圣经在使徒行传的14章当中看见有一间教会，它类似一个宣教转运的中心。这个教会就叫做安提阿教会。大家都非常熟悉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它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布道、传福音，还有圣灵的工作、医治、赶鬼，各样的神迹奇事，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有2间非常重要、非常典型的教会来做开拓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宣教转运站，这个工作呢，包含了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包含了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那第2间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从11章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几乎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当彼得一传福音的时候，有几千个人受洗，在耶路撒冷他们开始做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可是，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所传福音的对象都仅限在于犹太人。远在安提阿教会在开始，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当彼得还在被他的异象挑战，该不该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呢，有一群人因为这个司提反他被迫害，然后受难，很多的人从耶路撒冷逃难。这些在逃难的人，这一路上的人，这个就已经有安提阿教会在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安提阿教会的设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在使徒行传的11章以前都是谈到耶路撒冷教会，但是11章之后完完全全被安提阿所取代。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连基督徒这样的名称还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却是从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作为一个宣教转运的一个定点，一个教会，一个机构，它为什么这么样的特别？它为什么可以取代耶路撒冷？它为什么在后来的使徒行传的记录当中，它完完全全的在整个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完全取代了耶路撒冷的功能？我刚刚有谈到说，我们从11章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安提阿教会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色。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是第一间跨过族群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我们回到11章的第19节一直到21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描述。有一群人在司提反被迫害之后，他们从耶路撒冷逃难，一路逃难下来，这些有不同的分流。那在传福音的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边逃难边传福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只把信息传给犹太人。但是20节他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从一些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到了安提阿，他们不单单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他们也向希腊人传有关于主耶稣的福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安提阿教会它就是第一间跟外邦人合作合一来为主做见证的教会，是一个跨族群，是一个跨阶级，是一个有跨越许多的不同的阻碍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具有特色，它可以取代耶路撒冷，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视野，有这样的远见，它可以把这些原来那个从摩西的时代所留下的刻板的印象，认为得救的只有犹太人这样的刻板印象去除掉，而是转向耶稣所说的：你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们把这样深刻的教导放在他们的心上，所以对他们来讲，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工作跟生命挑战的工作，就是把福音传开。而福音的传开，不单单只选择犹太人，而是让所有看见的、遇见的人都能够听见福音的美好。再来，我们也看到，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们不单单是一个跨族群的教会。同时，如果我们看到11章的25到26节，我们发现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门徒培训的教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巴拿巴呢，他去把保罗从耶路撒冷里面带到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事工。在26节他说有一整年的时间，2个人跟教会的会友相聚，他们教导许多人，然后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说，保罗跟巴拿巴有一个非常好的宣教策略，那个宣教策略就叫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门徒，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能够扎根，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能够有更稳固的基础，能够不撼动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知道，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所欠缺的，可能我们有一个神秘的经验，被神医治，被神触摸。我们跟神的认识，可能有很多一个很让我们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可是我们知道，经验、印象会随着时间流逝，再怎么深刻，也会被岁月所磨灭。但是门徒培训这个功课，是每一天不断的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装备，有更多的信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学说、不一样的论述、不一样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稳稳的对神的话有足够的认识、足够的扎根，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智慧来应对这样的挑战。保罗跟巴拿巴就做对了一个宣教的策略，就是对他周边的会友安安静静的陪伴他们，来对神的话有更多的体认。这是安提阿一个非常特别，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典范。再来，我们也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以爱心的行动来帮助他的母会的一间教会。继续29节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有人被感动，耶路撒冷教会遭遇到患难，所以在他们当下，他们就立即主张要来收集奉献，来回应，来帮助他们的母会耶路撒冷。对我们人的理解来说，用常态的思考来去思考的话，通常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母会，它是更早建立的教会，它的人数很多，它有稳固的基础。我们可能会认为耶路撒冷它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承担的这种力气来回应它即将面对的挑战，因为它是一间大型的教会。然而对安提阿教会来说，在他的眼界，对他的安提阿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去思考这间教会它是不是一个大型的教会，它是不是他的母会。对他来讲，他单收到的讯息
圣灵对他的启示跟感动，就是耶路撒冷会遇到灾难，要遇到这个饥荒，所以他们立即就付出了行动来去支应，来去帮助这个他们的母会。这是我们常常人容易犯下的一个，我们人比较容易放下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有很多认为应该这样，所以我们不必然去做。但是安提阿教会一样，他排开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这个既定的常理，他就把爱放在前头。他就是觉得此时此刻，他们既然圣灵既然这样启示，他们就应该做出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去用爱心的方式来去帮助这个耶路撒冷。这是他们的特色，也是他们的典范，也成为典范的理由之一。我们继续看到第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他们除了有这些3项的这个合一跟外邦人合一的特色，有这个门徒培训的特色，有爱心行动的特色之外，同时他们是一间团队服事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个13章的第1节，他在这里罗列了5个不一样的人，包括巴拿巴，包括西面，包括这个路求，还有这个马念跟扫罗。这个5个人，如果根据这个圣经的释义，我们发现这5个人来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可能有，甚至他们是不同的阶级。但是当他们一起在安提阿服事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那个肤色、那个阶级、那个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程度不一样，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他们可以跨过这些肤色，跨过族群，跨过阶级，然后同心合意的来展开他们的团队服事。所以安提阿教会越来越兴旺，他们所做的工越来越能够得人，越来越能够见证，能够荣耀主的名，因为他们愿意在那里做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来把上帝的福音传开。最后安提阿教会来到第2节第3节，他们透过他们的团队，上帝开他们的眼界，他们成为有一个普世宣教、有上帝国宣教观念的一个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在敬拜主、在禁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启示，你们要指派巴拿巴跟扫罗，让他们出去来担任工作。一样，我们回来思考，我的教会，巴拿巴跟保罗，在我的教会里面，在我安提阿教会里面，我们是互为陪伴，因为这个教会，他们在这里也接受操练，他们在这里也能够有更多的经历，他们在这里跟着会友一起成长。所以对安提阿教会来讲，他们留下来一起继续做团队服事，可能对安提阿会更好，因为他们的人力更够，因为他们的团队那个阵容更加的坚强。但是当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放手，要让保罗，要让巴拿巴被差传到别的地方去把福音传开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他们顺服了，他们立即就为他们按头按手祷告，然后差派他们出去。这也是有别于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自己教会的经验，我们都是多么希望好的、坚强的、有实力的，就是要成为我们主要的主责的同工，让他带领我们向前。但是安提阿没有这样想，他们就是认为是上帝的呼召，他们就顺应这个呼召。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从11章到13章一直到14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看见安提阿教会它就是一个宣教的转运站。我们看见一直到14章这一段经文，他对我们说，他们走了一轮之后，就是从这个安提阿出发，然后经过这个塞浦路斯的萨拉米，然后到帕福，一直到别家，一直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走回来走一圈，再绕回去到安提阿，然后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做事工的报告，他们在那里一起祷告，
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主，说不定按照我们所熟悉的流程，他们在那里检讨，对第一次的布道旅行有很多的讨论，作为第二次、第三次的基础。所以我们看那个流程，他们是怎么样的在那里一起祷告，然后呢，怎么样的互相培育，然后怎么样的在一起来做这个资源的盘点，然后怎么样形成团队，怎么样差派，然后再回去研点，再重新讨论，再走一遍，再走一轮。这就是宣教转运站安提阿很重要的功能，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特别对台湾中会。台湾中会目前有75间的教会。当我们看到一个交通的转运站有这样的一个传输的功能的时候，我们也期待台湾中会成为一个学生中心，在承载了台湾中会60年的历史。水门教会是一个起点，水门宣教中心是一个起点。我们也希望台湾中会的宣教中心作为一个历史的起点，也是一个历史的延伸。我们多么希望宣教中心被建盖之后，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大楼，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办公室，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容纳一个有7位、8位同工在那里办公的地方。我们更希望的是，这个宣教中心真正发挥它转运的功能。目前我们其实宣教中心在今年的1月6号已经献堂。我们虽然已经献堂，但是还有很多零零碎碎的事工还在补强，还在增强当中。但是当我们献堂了之后，我们在2月份就立即开启了这个门。目前在我们的宣教中心里面，它除了是我们的事务所，我们在事务所当中有7位的同工，有总干事，有事工干事，做妇女、弟兄、松年儿童主日学。那在每一周，我们有一次的松年大学，还有这个乐龄学校。我们也有社区宣教的工作，有几个客服班是挂在我们这个宣教中心的协会里头。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宣教中心的成立，它不是只有一个建筑物，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是一个上帝福音资讯交换的一个地方。同时在这里，我们可以做资源的盘点，我们可以做培育的工作，我们可以做爱心的服事，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做团队的工作，同时在这里来差派到各部落的工作。尤其在新的一轮，在这个新的年代，我们知道我们正在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有4成5成的原住民的这个族人已经到都市里面来生活，或者是读书，或者是工作，留下长辈跟孩子在部落里头。所以到目前，台湾中会有25间的都市教会，从台北、桃园一直到高雄、屏东市，我们有25间。这些教会都是经过在台湾中会里面的讨论，然后一起来做分社，一起来做开拓。然后我们多么希望在每一个县市都能够有一个台湾族的教会，让我们的族人有一个定点，一个宣教转运的地方，让他在那里不单单有福音的功能，也有文化的学习，在那里有语言的交通，有台湾族文化的这种传承。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族人从部落到都市之后，他的根留在，仍然存在，他能够透过福音的渲染，能够记得认同他自己的族群。这是我们希望宣教中心能够持续去做的工作。我们也在这里能够呼吁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宣教中心能够更迫切的祷告，让它真正成为一个像安提阿教会的宣教中心一样。那在这个最后的结论当中，我也来特别的来再报告我们的宣教中心目前的状况。那其实呢，
我们一开始盖这个宣教中心的时候，我们是用2700万的预算来盖3层楼的宣教中心。但是大家知道这几年，本来就已经通货膨胀了，又通过这个疫情，我们的物价上涨，非常的跳得非常的快。所以当我们盖完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了4000万的经费。到目前我们在5月有开临时中会，在开临时中会，我们把所有的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做一个整理呢，我们目前还需要1300万，所以下个月我们已经跟新楼互助社说好，要来向新楼互助社贷1300万。那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相片，这就是我们的第1楼的礼拜堂，在这里就是都有一个乐龄跟那个松岩大学的工作，还有一些社区的工作。那平常它可以分成3间的教室来上课。那我们的讲台是用排湾组的石板来做一个本色化的礼拜堂。我也有在第一堂的时候呼吁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南部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去野外礼拜，我们的宣教中心是一个可以礼拜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离观光区非常的近，不管是文化园区，不管是贸管处、国家公园，都离我们的宣教中心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这个属于大家的家庭。那我们这个贷款的1300万，我们预计怎么偿还呢？我们预计的第一个方式就是用牧者的1/10，好的实际的收入奉献到台湾中会，因为目前我们有89位的同工，所有教会的同工都必须把1/10拿到中会去。另外第二个管道就是我们目前台湾中会有13000个会友，但是我们这是全台湾长老教会很严峻的考验，就是我们有13000个会友，但是实际上在聚会的人数是大概5000到6000之间。我们再从5000多的人来做一个打折，我们用3400个人数。我们为什么用3400个人数？是因为我们有做这个家庭祭坛，我们通过家庭祭坛参与这个家庭祭坛的人来做一个基数。那希望这个3400个人每一个月都能够奉献50块到宣教中心。那所以每一个月我们预计希望有17万的收入。那个1/10有30万的收入，然后呢有8万的收入，就是透过我这个模式到各教会去募款，好去跟教会请安。那我们大概一个月呢，估计要还45万到新楼互助社，希望用30个月就可以还完1300万。我们之所以希望用很快速的方式，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用了5-6年的时间，用所有台湾中会之下的牧者同工的1/10来做宣教大楼的建盖。但是我们知道原住民的教会，大多数我们有80%的教会是100个人以下，甚至50个人以下的占了6成、7成。那所以牧者的1/10在小型教会、中型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收入。那我们如果耽误教会太久，会让教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30个月能够完成1300万偿还的一个动作。那希望这个宣教中心能够在毫无债务之下，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做真正的宣教转运的一个地方。最后在这里也要介绍一下，目前在我们中会，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中会目前是设立的60周年，10月5号是我们中会的生日。那这个月呢，7月1号到7月31号，我们正在做台湾中会的历史展览。如果大家有机会下南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宣教中心，一起来参展，看一看台湾中会这一路走来，上帝的恩典，上帝怎么带领我们的中会，其中还有24个各部会不同的工作，做的陈列以及各样的文物做陈列。如果大家还有1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还在放暑假，欢迎大家来屏东来宣教中心来参观我们的历史展览。那另外也邀请大家，我们在9月28、29号要办一场60周年的感恩礼拜，同时有运动大会，还有一些
原住民的记忆比赛，如果大家有时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愿上帝祝福我们的中会成为上帝真正的宣教转运站，也祝福我们的公园教会成为上帝社区里面的这个宣教的转运站。愿神大大的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上帝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中会就像当初你所设立的安提阿教会一样，成为一个合一，一个门徒培训，一个有爱心，一个团队服侍，一个有宣教普世视野的一个教会。让我们的公馆教会，或者是让台湾中会属下所有的教会，都成为一个社区里面的宣教的中心，宣教的转运站。神，我们何其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充满大能大力的上帝，有你同在，我们并不惧怕。我们相信神，你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宣教的路上，我们可以因着神你的大能，稳稳的向前迈进。愿神你祝福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咱要来起立来吟赞美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来，请会众起立。心
请坐。咱即时要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施献的同工。咱三甲来祈祷，听阮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会看过你的恩典，感谢你所赏赐予阮，达你所需要的。主啊，阮所有一切拢是你所赏赐，感谢你，予阮有这个福分，会当来奉献，会当来服侍。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予阮会当来遵探你的旨意。来使用你所赏赐予阮的一切，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是要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还要来请赖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遮代表本教会搁一届感谢乐甘牧师，搁伊的师长今仔日嘛有来伫咱中间，咱搁一届来拍婆欢迎伊。今日会使问牧师讲恁对倒位来？乐甘牧师讲我从屏东来因真无简单伫即几工风台嘛是对中南部真大影响，所以咱继续为着台湾总会因的宣教大楼甲因的事工地区的教会做伙来祈祷，继续为因来奉献代祷来支持。伫遮佫继续补充一点报告就是伫咱今日的中昼12点半。要伫1楼要举行即个8月11號就任感恩禮拜的籌備會本來伫7樓咱改伫1樓因為咱煞有同工佮中級佮幹事攏要做伙開會人數較濟，所以咱改伫1樓來做伙佇遐用餐嘛做伙佇遐討論
嘛，搁一届感谢兄弟姊妹伫8月11号的就任礼拜会当做伙来参加，嘛感谢黄牧师娘做即个海报，即个原本的设计是桃子姐妹伊设计即个草图伊又问讲，牧师你爱啥物款的即个图较好势？我讲咱是公园教会对无？伊讲对啊，所以公园是上好的一个地点所以毋望咱教会嘛会当诚做宣教的教会来有即个真好的即个所在，会当来为主来传扬福音所以牧师娘伊嘛真用心做甲真暗来做即个海报，搭伫即个电梯佮楼骹的所在嘛。毋望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即个感恩礼拜搁一届嘛感谢大家为着即个礼拜来着磨，那补充以上的报告。请问今日伫阮当中有新朋友请起立，咱来欢迎你。无咱三个到阮厝边隔壁来请安。好，咱由我来报告第4点门徒培育组要伫本主日10点40到11点30要伫7楼701教室来开迄第一届的筹备会议请继续带导并提供意见。咱煞者是第5点，7楼的副堂要有采购部分音响的设备的预算是13万块请兄弟为着这影响的专案来奉献煞者是少年团契要伫8月13到18日国高中毕业生的环岛旅游有筹措旅费的需要，请兄姐纪念并带到。接着是暑假期间教会开放601教室为学生有提供地方来温书。那开放的时间是周1到周5的上午到9点到下午的晚上的6点请欢迎孩子跟朋友互相邀请来到教会来读书。公园教会第8次的长者健康促进活动会伫8月9号星期5的早上9点半到11点半请长辈来注意。具体的消息7月62日牧师的团队甲长老伫台大医院为着林秀雄弟兄来实习。那林秀雄牧师是方胜长老的亲家家人都预定在近期也要接受洗礼，但为着这欢喜，并为着家人来带导。告解的消息新竹中会松年部音乐布道大会安慰之声在8月9号星期5的早上10点，要在洪恩教会来举办。那报名费是100元，请向明泰长老来报名。到7月31日截止。财务部财务研习会在8月17号星期6早上9点到12点，在本教会举办。那请牧师、财务的长老、会计跟出纳来出席。接着是客家宣教中会琼林教会要有一个设立跟献堂的感恩礼拜日期定在8月4号星期日的下午3点。那
琼林教会是六家教会的支堂，所以牧师黄伟伦牧师曾在本教会的社青团契，跟在我们在当中一起聚会。以上报告，咱要来吟上吟301首，俄罗天顶上帝，请兄弟来起立。Kiongagkan tua kalabutan na pasiling ni Yesu Kristo. Kilibak nua kamat semas. Kita taudan nua talaparawasan na babak. Ulay tanumuna kamasitutu pada mamilinganga.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非常请坐，密道结束今日主日礼拜。